週六週日節目最啱睇，我揀有線財經資訊台。哮喘嘅患者啦，好多時都係因為氣管發炎又或者收縮而出現病徵㗎。而普遍嘅治療方法啦，就係透過藥物去控制症狀。例如，當患者突然咳同埋氣喘，就會用氣管舒張劑去擴張氣管。患哮喘嘅小朋友啦，會隨身攜帶舒張劑，將藥物由口腔直接去到氣管，放鬆收縮咗嘅氣管肌肉。而對於一啲氣管長期發炎嘅哮喘患者啦，佢哋就需要一啲消炎藥物去抑制氣管發炎，減低氣管敏感嘅機會。其中一種嘅常用藥物啦，就係消炎類固醇啦。而除咗藥物嘅種類有分別，吸入嘅方式啦，亦都會因應患者嘅接受能力而改變嘅。好似一啲年紀比較細嘅患者啦，佢哋手部活動同呼吸嘅協調能力冇咁好，好多時啦，醫生都會建議佢哋用儲霧器幫助。而大個啲嘅患者啦，就可以嘗試霧化吸入器，當用手撳啲藥出嚟嗰陣啦，用力將藥吸入氣管。